先生来学习一下，等下上课要用到的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得见吗？开户、开户、开户，申请书、申请书、申请书，双证件、双证件、双证件，月薪、月级、月级，拍照、翕相、翕相，金融卡、金融卡、金融卡。你好，我要开户，你是我写好个申请书。要带双证件加印吗？要。道理。请问你做乜解要开户？先开公司要翻译金融界。好，你下开户都要翕相，请看镜头。好。请等一下，盘好不限。盘好咧，你是唔该到金铺加金融卡。当然。看过头下嘅样片，接下来学习几句常用嘅对话。有带双证件与印章吗？有带双证件加印吗？有带双证件加印吗？有带，有带，有带。双证件、双证件、双证件，与印章吗？加印吗？加印吗？有带双证件与印章吗？有带双证件加印吗？有带双证件加印吗？请问您为什么要开户？请问做乜解要开户？请问做乜解要开户？请问您，请问为什么做乜解？做乜解？要开户，要开户，要开户。请问您为什么要开户？请问做乜解要开户？请问做乜解要开户？现在开户都要拍照，请看镜头。你下开户都要翕相，请看镜头。你下开户都要翕相，请看镜头。现在你下开户、开户都要拍照，都要翕相，请看镜头，请看镜头，请看镜头。现在开户都要拍照，请看镜头。你下开户都要翕相，请看镜头。你下开户都要翕相，请看镜头。请等一下，办好会叫您。请等一下，办好会喊。请等一下，办好会喊。请等一下，请等一下，请等一下，办好，会叫您。会喊。请等一下，办好会叫您。请等一下，办好会喊。请等一下，办好会喊。好，你下所有嘅基因都交配咧，大家正气嘅事，要多聽多講哦，安尼才會進步，加油哦！